40講天鐵，海陸向ra khí tham，占日潤。阿明係愛老太，60年前漢當年病逝，有白佢全部下來愛了了，老愛提起佢樣板經過時光隧道，到南外則世界經過，途中所經歷嘅日日老愛分享。佢講佢事老愛講天天，佢唔會老別人講，因為別人都認為佢係癲兒，唔過我唔會認為佢係癲兒，我認為佢係隻天才，佢所相信嘅係南外隻世界，南外隻層次。其實我同佢講，是咪強人講天鐵人？老實講，佢所講嘅並唔係我哋呢度人所有法度了解嘅，我未談實，我所知的嘅時光隧道，是咪係讀書等得來嘅日啲本啲解釋？幾年前有擺，我不娘嫌我在機器搶錯夫唔金行，太批發上街位買到廚房用品，我查爾時尚逐筆到新竹科學燃氣嘅交流圖檔，突然發覺到唔錯啊！條路我唔比韓國極多擺咧，係屬起碼哩。我明明記得頭天並冇散啊，讓我有錯散都我頭天呢，係本網線呢見到麼？我看到山下有條東西向嘅大路，我愛去搶錯夫。我就想4篇4年時，是條路兩邊都係公路發展，路樹當江，路順嘅屋全係兩站嘅讓流，風槍綠芽，像因天然地圖歐洲嘅街路上，幾條路冇風槍燈，我不讓錯愛順便，緊錯緊講，緊講兩條路佢唔是來過啊，就緊頭愛轉，講佢冇愛去搶錯夫咧，佢講冇愛去，我老佢講愛轉就來轉，市長講啊說講乜嘅，差唔多會到南遼年來的吧。突然間看到頭前有隻綁空檔有條往竹北嘅路，我就撈叉轉隻彎，時常喺綁空檔嘅路內時，經過一條風嘅橋向竹北行，我叉時轉屋下來。緊想緊不起講，竹北到科學燃氣條路明明全都係高樓大廈，乃就有矮嘅樣樓，明明路行風槍燈，日記過日記，讓我全冇看到日記版記，差兒就吃喝到南遼2年來。我打開電腦查 Google 地圖檔條路嘅圖片，查唔到嘅隻綁空，乃就來嘅條路嘅公路發展。過了2日，我聽我社郎買去奉明古頭前行，
杜散党看过去新竹关东桥改变色，竹北上科学燃气交流途等日出到万南了解为看起来梦想，就讲电闸风枪等嘅事件未爱好久，何况安然嘅气力有幾多嘅風槍燈，愛見上見不動愛，愛讓有彩條幾秒鐘連人大差，就是到安然嘅為所內去，就講背未冇人夾啊，就講係本網線都看到就唔長。網線呢一般都係早先打咗，冇就係暗昏，尤其係希望讓嘅天使將會出現，該日係日的心，根本就唔會有網線呢出現爭錯啊！我做見按想唔解，唔知該就係人所講嘅，是講水土冇好。好得命太啦，冇大愛到山崗別啦講，又係講水稻都市，係講去到街道蔬菜，我為咩門到來轉。